用草地鸦片还忙转不卡。唉，俺唔知哦，小李按样板不用强说，俺就知道哦，一下压力安泰，动多嘅事情进来，唉，想要叫又叫唔出来，行起嘅哦，就草地呀歇困一下。哦，唔想爱同我分享，唔见本人发生乜嘅事情么？我做得批定啊。好啦，其實我覺得今日早晨險付唔到，到公司以後啊，主管又講我準備嘅資料冇完整，同事嘅進度全部俾我影響到，唉，我就知道大家就對我動失望啊。哦，原來今本日發生咁多事情哦，難怪唔會吃到冬天。係啊，哦，一壓力然後煩惱，就像海水洶湧洶湧上來，哦，實在停唔下來呢。有陣時我咪會安尼呢，心情就像潮水洶湧，唔經常留佢傾下去，伊就勁態勁激烈嘅打過來。係啊，佢按你當天按樣板不用強說。我想第一項事情呢，就係留情緒不用下來，希望啊心情穩定心關度，就像結果會爆脫。嚇，既然按你講，我係你唔對樣板做啊，我一下就像結果嘅咁樣，按你嘣，真件係會爆脫咧。係唔係愛做木卡去流當，太上喊出來也係叫出來，像我前一步嘅壓力動態嘅時節，我就攞頭拿買啲針頭啲度，太馬古上嘅叫出來喊出來，過後將水搞木，心情真嘅用下好。唔過啲流當按你喊，唔會影響到別人呢，按樣我係樣板發出我嘅聲。我都唔好貼暗皮，應該唔怕啦。韓哥，去流當吹風唱歌誒，咪做得咁強壓力啊？哦，你想做嚟試看啊哦。韓哥呢，天然嘅樸素就係 off 一下，同佢哋會本唔同炒飯嘅東西相關嘅。哦，off 一下。講嘅係像手機嘅啊，天使也就係。冇錯，有陣時啊，手機嘅信息勁跳出來，唔就經常嘅去看，根本就冇辦法好好聊一下。嘅緊張按樣板不用強送啊。